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任內第4份預算案，佢話經濟向好令稅收增加，公共財政改善較預期快，今年度政府經營帳目轉虧為盈。陳茂波又話，今年係15+5規劃開局之年，國家發展為香港帶嚟新機遇，預期今年經濟形勢持續向好。交俾盧雲裕同陳巧欣講下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任內第4份預算案，主題為創科驅動、金融賦能、多元發展、關愛惠民。本港過去連續3年錄得財赤，本年度嘅經營帳目終於轉虧為盈，錄得513億盈餘。隨住財政狀況改善，公務員嚟緊有望加人工，但係仍要視乎薪酬趨勢調查再決定。市民最關心嘅派糖措施又點呢？薪俸稅退稅上限為3000蚊，較上年1500蚊多，而多項免稅額調高，包括基本免稅額由目前嘅132000蚊增至145000蚊，而綜援、生果金同埋長者生活津貼就額外出多1個月糧，較上年半糧多。人工智能 AI 興起，政府提出全民 AI 培訓，撥5000萬提升大眾對 AI 嘅認知同埋運用技能，亦將 AI 應用到更多公共服務，例如交通管理、就業服務、水浸預警等。今年係國家15+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預算案10次提到15+5，提出主動對接，善用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同 AI、生命健康科技、金融科技等優勢產業，加強推進人民幣國際化，定期發行唔同年期嘅人民幣債券。政府全速推動北都，將會向立法會申請注資100億，俾河套香港園公司，以加快園區發展。亦預留100億以貸款方式支持北都大學城校舍建設。短期內會推出3幅位於洪水橋、廈村新發展區嘅土地，俾大學申請發展校舍。成份報告，陳茂波用咗大約2個鐘頭10分鐘完成。佢提到下年係香港回歸30週年，勉勵香港人要有堅定信心，發揮好一國兩制嘅優勢，為國家現代化作出積極嘅貢獻。